李先生吼，这摆时代行啊，就是嫌佢太俗啦，啊，讲啊，业行业20年来，佢本身主业係苗栗的传统的一个陶瓷业啊，一直做坚持一种传统。其实一老人家虽然讲佢唔係乜嘅台面上樣嘅去創造嘅人物啊，佢堅持一個傳統行業。這風格係代表客家人樣嘅嚇，這風格嚇。能夠推到客家人做個，所以非常古樸真實的哈。李昭清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那个工艺技法哈，在苗栗的那个陶瓷史上还比较少人提到，就是它的那个镂空，哈，它可以直接那个把那个胚体镂空刻上图案，比如说刻龙啊，刻上一些图案。唔可以唔係乜嘅創作品，但是嗰種淳樸嘅手工味啊，佢當平易近人，平常，然後都主張就看得到嘅東西，也就是藝術生活化嘅一種當好嘅一種理念。有空就给他帮忙了，帮忙的呢，我没有什么做的。给我压上去，然后晒干。脖子啊，哪一个做的给它雕过？雕过。哦，哪点呀？雕过啊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太太哦。这边。Dia angin, ini jauh kecil le. Oh, ini nama. Ya.
去，你还要上木上，你还做的那个你说你还是条白腰上。你买中间彩虹。据说他有100空年的个哈复古类嘅师傅啊，李湘、刘湘，几批人来青岛一个复古师傅，甚至英国、美丽、泰国出下面生存增加，个哈日本食材，还有就青州师傅就几批，就其实系假白嘅台，佢来台湾要。传下来就比较天意太阳。我出生的这个6年，我妈妈是台湾人，爸爸在的呢就过了，所以后期啊，我就好这些个都好，拿到好。好多嘢，我都做嘢，都有30人，刚前年的农家人，他都大部分都用那个肥料，暗光啊，蔬菜啊，空调暗白，一辆窗，过年来吃的呢，暗白，你两只暗光，太暗光。17、18岁噶，我都做在我下呢我咪要考究到作計啦，係啦，花啦，然後很多東西我仲就是做東西我做毛線，這個嚟做條毛線，那就從西上這個。當上來做毛線，然後我就唱下歌，去太連個喺度準備了啦，最近做唔好做條，那這個做水個木村的來山啊打掉，村內工錢就做得了，我就喺度想，我唱下歌，有時我朋友了我唱下歌進一個進工廠培養，就我豆鼓很多6年前了就我豆鼓你就去請律所的，就去請，就人家要本錢冇本錢剛來就嗰啲簡單的工廠嘛，冇標就專業條塊專業咁嘅冇標，就嚟做機器啦，全部都扣的全部你冇嘅，做呢度全部你冇嘅，人哋搶一個天才去做，做一搶人朋友。嗰陣時整個肥工廠3平方嗰陣時辛苦做啦，機器嘛嗰種。你摸一个球位便宜买到高奶机对不啦？其他个不便宜个都退了就不敢干人没了。
啊。哦，给抓你以前也有做这个那么大的吗？有。做这个要不要很大力啊？因为它那么宽。不会啦，那轮胎啦，还是用那个转的哈，转盘啊，去弄的，所以人没做嘛，是用转盘。是人有，家己样动吼，我也都做，我也都冇本钱，太运动，吼，我都是收钱，太高兴那时，我那时有一句，一早出来的，我8个半就做，吼。冇本钱，都收錢，打仗社會都成績唔落，仲喺喐上嚟，100隻啊，仲喺60隻做嘅，50以上就快，做好嘅40隻個快，做好啲佢要行咧，快啲都行我係去，做咗就當辛苦，收錢。你會要睇，間你做切嘅咁落去全部面上，喺那個多做，都唔掂，以後我哋做好多嘢，你要做，工資都冇掉，咁多嘅賺用什麼人做？多我哋都唔掉咧，工錢。冇乜嘅，仲有收工錢料的，差唔多我都有收工錢，那都冇師傅供嘅，實在那都是師傅供嘅錢。你打那白話講，實在冇標，佢有一個負責人嘅，工作經驗嘅，唔有依講嘅，真正一隻有一隻有薪水，唔出冇值到嘅大概。迄個係太本錢，嗰時候佢我係嗰個師傅，結業師傅。都在入面那一邊，係不如意，係比較我呢，出牌的，我嚟做。老早按你講，較強順嘅事情，冇講到很simple啊，就調白的時間啊，是做不衰。也係先剛畢業就調白，實在剛出做出來，冇分錢，收過錢冇用，收過辛苦所以我拿掉，上天一個土匪，你收啱頭嗰年收，咁苦。最大原因啊，應該數年冇多嘅，少嚟失敗，本來係做不上，付到出到5上6上，這唔是講啦，出到就工廠就起唔起啦，安尼嘛。本來人少呀，做不上，出錢咯，看唔到。超少嚟失敗，當然做負責人，當然清楚也唔是講嘅啦。佢阿邊你出差啊，係張實際嚟舉報人嘅，或者舉報人嘅，人家就2萬多塊。你係得啊，足足叫咧哦。有啲啦，佢要嚟就三兩點鐘啊。因為仲要佢做到要卡，佢要2點鐘叫，佢要
嘛，做咧那个也好事做啊。头尾做几久咯？啊，头尾做几久咯？头尾差不多1年2年。2年。好嘞，可以哈。有摆好吗？摆好。欢喜了哈。我讲啦，那我好笑，要笑好笑出来哦，讲好快忘记哦。咱小水人看。看啊。可以啊。会啦。啊？係冇咯。佢晏啲會啊？冇，晏得咧哦，都舒爽嘅，係人嚟要過去啊。冇啦。哦，晏啲，冇。做蛋，做蛋糕，吃。4年嘅結婚啊！哦，結婚容易，咁容易是個叫呀？叫什麼？哦，市場係用挑生嘅支持嘅吧。個性啊，我唔得。唔會啊，你當挑嘢。86噻，70啦，79啊，82。用红的吼，用这个陶瓷啊，比个红的吼，然后打出来的上吼。流浪是当年不能有一扎清江的梦，只有此才初心，所以不必满眼来做。系啊，枪，干到枪，嘿。大米种出来的，枪。哦，主要讲加的落后沙，在进行也可以也为那种做家吼，会有一个动作转都枪笔，枪笔个主要是讲把这个陶更加的扎实，它的形状出来更漂亮，所以要用敲打。那客家话叫做枪笔。
只不過上床啊，冇咩事。哦，我用啲唔可以放。啊，都唔會啦。我用啲字幕清放。那个分片，分那嘛，那个石膏片，对吧？石膏片，对吧？石膏那个片，对吧？然后磨粉啊，所以刚刚好，它这个身上刚好配合刚刚好。唔是呛你啦。对啊。我雕起来 ，OK， 我雕塑啊就不雕。好，那個我卡嘅嘛，卡老虎啦、雕尾啦，呢個花瓶沒有？花瓶都雕嘛，雕那個山水啦，哈，那個鳥啦，那個東北方面的呀，東方面的呀，好，我自拿水啊，雕那老虎頭對呀，哦，以為雕啦，都它山水的剛剛好。做有幾多年咧？我啊，嗱，做上到60年嘞。就幾多歲開始做啊？上到20歲嘅就本人很師傅啊，做到也80歲啊。嘅你先生是哪？啊，差唔多，我都16、17歲。你咩差唔多？16、17歲開始做。係啊，講到按照老朋友啊歡喜啦哈。當然歡喜嘅啊。好。還要繼續做好是？啊，冇，到個眼明年哦，盲人。為什麼？82了咩？81歲了，難得哎，我們要跟你學。我來我孫呢呀，就同你講拜託啊，冇做嘅。第二個孫子做的。董事，董事，他是爸呀。李昭谦老师，我们掌声欢迎。2点开始登记，因为从昨天开始，昨天傍晚开始就点火给它焖啊，慢慢焖哈，现在都到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烧，烧到下午2点就是270度C，好大概啦，就是大约啦。比如说我们那个水里蛇窑嘛，那个竹篮蛇窑嘛这个是灯窑。什么叫灯窑？苗栗大多都灯窑，灯窑就是它有隔间。一间一间的，就给它窑了，一灯2灯这样，那蛇窑呢里面都空空洞洞，没有一间一间的。做一生做咁一條路啊，都有30公里先開始做㗎，個小潮千辛苦，又冇本錢，小夫要當苦，當辛苦啱你講是要將要細搖嘅，當太監。因為真係沖涼，沖大半了，很沖，個位變沖人ăn過，變人家過也會有。这个以前真的。很多间啊，不是像这样而已以前7、8间呢，我这才1、2间了，只烧1间，我现在只烧1间了，有的以前都烧7、8间哦。後邊有啲工廠弄機器嘛翻錢，我都大分子那細腳的，細腳，我拿到大分子搞，唔是也我恢復緊嘅用，我執到個在高温的時候，人這樣就受不了了，溫度很高，那趕快要離開，而且它有輻射，它慢慢的。
因为我10年前来接噶吼，9年前差不多啦来接噶，伊很多也做唔会差啦，就差不多。跟公牛那个低潮，就是他会每天会念，说你要学哦，要学哦，一定要学哦。这个手几篇他就也担忧我们年轻人，讲边磨接都安尼顺利安尼。其实我就为什么讲，就叫他放心啦，因为安尼东西，安尼陶瓷东西哦，你还是要比较复杂啦，就你要做。各司所职，唔来亚中防色的，唔免讲唔专一，你做起来做出来唔好啊。你唔晓手，唔晓跟你咩穷样等于零，你知道吗？一样的道理。头摆印象中就讲手丑家破坏力动态哦，几乎是10个就破坏5个。一个人哦，你专精一样，没办法一辈子没办法说专精2、3样。啊，像我父亲他做造型做很棒，不会错。可是他烧窑就比较弱，釉药就比较弱。到现在他要赚到大钱没赚到，就是因为失败的东西太多了。好，再见啊！好，再见。我跟我父亲的约定，不是你们的约定吗？你跟你父亲的约定，你跟你父亲有约定哦？有喏。什么是什么约定？就是做给他看啊，我金融窑不会倒，我就做给他看啊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一辈子做一件事情，我的观念就是这样，我不做第2件事情，我不相信一辈子一件事情会做不好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就一辈子做一件事情，但你发工作人又很固执啊，这样也很固执，那么这样有点不符合。那可是这没必要做给别人看呢，我就做给我父亲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成败是在我嘛，败也是对我父亲的一种，对不对？胜也是对我父亲的。他以身作则啦，我就批驳记者讲，按多年来吼，特别要反抗伊，到最后认同记者讲，佢唔是讲按同佢做本看。也总系对佢最太感动嘅。你用我做本看咯？比方嚟讲，佢发动手，佢特别要讲就讲，要节省上腔要大便，但係佢就做本看啊，佢就当日安尼做成动作就过来又重做，10包饭按布头，下摆佢咪做亚色啊，佢就做本看啊，唔就到最后尾逼不得你要唔要服佢啊。这是炉具，喜欢看这些东西啊，很特别啊。重点是这个物件吼，真实在啦。我若去英国看无物件，来遮看才有物件好看。那个擂茶的那个原料啊。所以他就顺便有他有批发，那我们就批发给他。挤压掉的时候就变成陶板，那陶板呢，因为现在陶板做出来之后还不能拉坯，不能做，我们会经过第3个程序，叫做那个炼土机，那个炼土机炼好之后，负责那个提供场所，还有我们窑主会导览介绍一下我们陶瓷怎么去提炼，怎么由来还顺便看老师傅在做，再带进来实际操作这样。好，给它下去。来，扮演要做什么？
乱拔，可以拔一点点，每个拔得光光的。好，那外面也可以了哈。大概落个转圈圈，好，转个圈圈大概出来后再开始。头摆我爸爸佢当辛苦来做了，佢唔晓得，佢第二样做，但佢唔晓讲。但人也了解记录去，人也晓得做，我就晓得讲。咁啊，下一推就会较轻松嘅，了解意思吗？头摆佢嚟做，唔晓得引导我们去走这条路嘛。那他做给我们看，我们信服他。哦，那现在我做就给我下一代去看了，他无形当中他就对这个就会有兴趣嘛。你就会知道个，也有创一个，懂有尊严的一个工作嘛。他觉得说，跳下来也是不错啊。这不算商业机密吗？算。那被我发现怎么办？汉堡。喺傳統藝也推落去，就變呢個，嗱嘅方式可能唔可以唱嗱爸爸嘅方式，嗱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，同埋要從做到適合人海推，做得起經驗嘅。海推經驗個，一個行業，佢知道，當要尊嚴，佢做起來，當要興趣，一做人自家嘅一條路嘅本氣啊，一做人一個指引啊，堅持有堅持一個理想啊。也可以做人自家學一個，人講理想王國咪，自家打造自家有創那個理想王國啊。好了。就不要了。你留了还你？妈，这最漂亮。拍房吗？罗玉文那里的。罗玉文，刚刚那是你的。对，对，偷的。那你把它团起来。我家里面重叠的。是一言的。差一度哈，要買現茶咯。你們家個手還熟，還熟。1200吧。好，1200啦。然後頭髮是全國都係全年都，都睇地方，熟的好的。佢哋係用咩嘢啊？要。都搖變。搖變。你係是燒黑椒係啊？燒黑椒。雙腰誒，雙去成腰肉。他做的耶，是吗？可以吗？不錯。幾分？这谁做的？这我爸爸做的。真的也看了啊！大概來都冇看到，唔得對。最運通係嚇。因旋转，做老家个量的幅度哈，因转到做量的幅度做起来，嗰刹就开始挪那一条，开始因叠吧，唔是轻就能够做到活灵活现。我就看他就手腕的拐一下，真也冇简单啊。巧手，以至于按音整啊，送个上岸做出，但唔会贵。当初啊，真正是按用拼。真正的东西唔免讲我买几多万啊几多钱，几百年有贡献来拼，我做拼，加精神系安，所以非常可贵啊。你都在跑下去啊？我想想啊。冇啦，所以下次咪做啦，做东西啊。
是以前我都是会买1、20个，买来送自己会留几个起来。阿伯做嘛会做，给他教伊做嘛会做安尼？年年样了，加太极阵了，哦。哎啦，哎像哎看到经验，我不晓得伊经验了，哦，伊看了哦，要个南条太极阵了，就会教伊哦，教伊个太极阵哦，人都知道哦，教伊个太极阵啦，大个就教他做个，那个经验啦，跟我再做一个。结果通通卖光光了。就你个太极阵就知道哦，教太极阵呀个。做豆花都能啊，做豆浆都可以啊，没有加到面粉里吧。做牙料哈。以前也会种菜吗？啊。以前没还是后来学的？来学的，这我师傅了，这个。不是这样啊，哇个。你师傅了。是啦。是啊，我们家给你做。那个气氛做就好啦。我你来一两个，你们做嘛个呀？佢一生人啊，佢係用一句話來形容，佢就講，佢用一生拼命嘅攞骨頭，撐定一家有骨氣嘅門房嚇。來做，哦。做一生哈，做咁一條路啊，做有30公里先開始做㗎嚇，個小籌千辛苦，又冇本錢，小貨又痛苦，比較熱天啊，非常熱，不土貨，凍熱，個小刀凍嘅嚇，但是冇也冇相干㗎，哦，有個寒熱嘅。小貨ăn嘢啦，不苦多，冇嚇冇相干，梗係冇相干嘅，不跟得到平係有冇相干，條路係有啲，不過人家條路。还有回家去，我年年生。啊，你冇上去標係冇啊，冇，我就做檢查嘅，做多這個我本錢就說了，這麼多要說。我結婚那一天哦，我爸爸做到我結婚那一天早上哦，他還去工廠來上班，結婚那早上差不多10點的時候，新娘還都進來的時候，他9點多才回來這樣，他時常都沒有在家裡，他都在這邊住啊。很簡單，很節省。他說家裡很窮啊，就是帶2片3片那個大白菜，沒有什麼菜，就是吃2片3片的大白菜，就這樣生活，這樣過日子。所以如果你給他做太好，他也不會吃。
没有关系的，他也是要吃了是。你万岁来周小姐甲请讲吼。好。对啊，滚闹啊！我就觉得人咩啊，健康我年纪小呀，就有拖啊，人都说呢，人没有食啊，担心啊，就讲拖，我讲唔吃开呢，再拖住。所以啊，你想今年还好上啊，我是。头路冇不呢，要这个代谢啊么，再拖结婚，你看到啲我空上来了，挨到天铁树冇对人冲啦，冇对人冲啦。我让人家长高，我让人你快收起来。都是讲，电做起啦，凉个啦。电做起更丰富起啦，更水讲啊，更水讲啊，那一天爱穷强，爱上忙去做，大做还有体力做大做到半夜，要客人让我赚的，哪个什么呢？各位是爱上场，我上场来讲就讲，哎呦，就讲现在是随便是，哪个希望出来？拍我以前小的时候的。那同一面广告啊，在屋顶上面吃泡面。对，我们在拍的时候剧情，就这个结婚的情景，好玩的后来拍了好几天，那次也很值得回忆。阿公啊，阿公啊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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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